金句分享：順着情慾撒種的，必從情慾收敗壞；順着聖靈撒種的，必從聖靈收永生。加拉太書6章8節。小故事講到，有一個充滿智慧嘅爺爺，講咗一個故仔俾佢嘅小孫女聽，係關於兩隻狼嘅故仔。爺爺就話啦：孫女啊，每個人心裏邊呢，都有住兩隻狼喺度鬥爭嘅喎。一隻狼係邪惡嘅狼，佢兇狠、怨恨、妒忌、惱恨、貪婪、自私。另一隻狼係善良嘅狼，佢善良、溫和、謙卑、慷慨、積極。孫女聽咗之後就好好奇咁樣追問爺爺：爺爺，最後究竟邊隻狼獲勝啊？爺爺就話：乖孫，你養嗰隻贏咗啦！我哋一齊默想，我哋常常飼養嗰一隻係邊一隻狼呢？係隻充滿怨恨、不滿同埋妒忌嘅狼，定係以神嘅話語、聖靈嘅帶領，常常謹慎自守同埋自我審察嚟到餵養善良嘅狼呢？我哋一齊禱告。我哋喺天上嘅父啊，感謝你賜俾我哋重生嘅生命，求主幫助我哋要與你親近，不斷咁樣追求屬靈嘅成長，喺生活當中勝過老我嘅罪性，使到我哋曉得反省自守，結出屬靈嘅果子，有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良善嘅品格，過得勝嘅生活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義祈求，阿門。